話說上一段片就講咗二段體同埋三段體係點樣去分啦，咁但係可能呢有啲太長，同學仔而家用一個極速嘅時間去一齊去分清楚二段體同埋三段體最精要嘅要訣啦。首先要記住二段體即是簡稱為 AB 或者 AABB， 咁三段體就係由 ABA 或者 AABA。咁簡單啲嚟講，即係好似作文咁樣，我哋有分到第一段同埋第二段。咁第一段就叫做 A， 第二段就叫做 B 啦。咁有時候 A 段係可以重複嘅，咁所以呢，二段體嘅話呢，就係完結嘅時候，你會聽到 B 段。咁如果係三段體嘅話，即係話呢，你聽到重複嘅音樂呢，係去翻好似去第一段嘅感覺呢，咁即係三段體啦。咁我哋嚟聽一聽個例子咯喎。所以頭先聽到嘅就係 AB Form 二段體，我哋試下聽另一首歌。所以呢次就係三段體 AABA， 最後你聽到 Part A 多一次嘅。總之聽到多一次 Part A 嘅話，喺你嘅程度嚟講就係 ABA， 就係三段體啦。拜拜。